伫亚伯拉罕的日子，迄地有一届饥荒，即时各有饥荒。以撒就往基拿尼去，甲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米勒迄边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讲：你毋通落埃及去，爱住伫我所指示你的地。你寄去伫即地，我必甲你同在，赐福互你，因为我要将这地拢赐互你甲你后裔。我必坚定我向你的爸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我嘛要加添你的后裔，像天顶的星迄样多，佮要将这地拢赐互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拢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拢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，遵守了我的吩咐甲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以撒就住伫基拿尼，迄地方的人问甲伊的看守，伊便讲：这是我的小妹。原来伊惊讲是我的看守，伊心内想：恐惊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，因为伊容貌俊美。伊伫遐里住了真久。有一天，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米勒为窗仔内向外观看，见以撒甲伊的看守利百加戏耍。阿比米勒调了以撒来对讲：伊实在是你的看守，你安怎讲伊是你的小妹呢？以撒讲：我心内想，恐惊我因伊而死。阿比米勒讲：你向阮做的是啥物事呢？面中险险有一寡人甲你的看守同擒，甲阮陷伫罪内。怎呢？阿比米勒晓里众民讲：凡捌到即个人，就是伊看守的，定要甲伊治死。以撒伫遐里地经正，迄一年有100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互伊。伊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伊有羊群、牛群，各有真侪仆人。非利士人就嫉妒伊。当因老爸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伊老爸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拢踢掉，填满了土。阿比米勒对以撒讲：你离开阮去吧，因为你比阮强盛较济。以撒就离开迄边，伫基拿尼国基大长病，住伫遐里。当因老爸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伫亚伯拉罕死了后踢掉咧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犹原照着因老爸所叫的，叫遐个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伫国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基拿尼的仆人甲以撒的仆人竞争，讲这水是阮的。以撒就甲迄个井号名叫以色，就是三井的意思，因为因甲伊三井。以撒的仆人阁挖了一口井，因阁为了这个井竞争，就安尼，以撒甲这个井号名叫西提尼，就是为德的意思。以撒离开迄边，阁挖了一口井，因无为这个井竞争了，伊就甲迄个井号名叫利好别，就是开阔的意思。伊讲：耶和华即马互阮开阔之地，阮必伫即个地昌盛。以撒对迄边去，上别是巴去。当夜，耶和华向伊显现讲：我是你老爸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毋通惧怕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赐福互你，并要为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互你的后裔繁多。以撒就是遐尼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大长病，伊的仆人便伫遐里挖了一口井。阿比米勒同伊的朋友阿比撒，甲伊的军长非国为基拿尼来见以撒。以撒对因讲：
恁既然分我，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甲我遮尔来呢？因讲，阮明明伫看见耶和华甲你同在，便讲，不如咱两个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互你无害阮，正如阮毋捌害你，一味的好款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。你是蒙耶和华祝福的了。以撒就为因失败宴席，因便食了饮了。因透早起来彼此起誓，以撒打发因走，因就平平安安的离开咧走了。迄一天，以撒仆人来，将挖井的事讲互伊讲，阮得了水了。伊就甲迄个井号名叫示巴，就安尼，迄个城叫做别示巴，直到今日。以扫40岁的时阵，娶了何人比利的女儿犹得，甲何人伊伦的女儿巴示摩为某。因相互以撒甲利百加心内愁烦。